走在内湾老街的复古巷弄，感受旧时代建筑的风情。但是，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沿街品尝各式各样的好味道喽。来到内湾老街呢，有非常多的传统美食、在地美食、客家美食，但是呢，有一种味道绝对不能够错过，而且是来到内湾必吃的哦。到底是什么呢？跟我一起来去看看。其实边逛老街就会飘来野姜花种蚵阵阵的香味。我循着种蚵的香气，找到一个阿婆正在包种蚵，我来去向他请教包种蚵的学问到底是什么。三个那地下蚵哦，这个就是野姜花。我现在很冲来，因为地下蚵冻脆哈，是冻，所以速度会加快。哦，哎，我听到脆的一声了，这样子吗？嘿，我阿婆有三个，当个包按多，来。哦，一个半匙。种蚵啊，冇钳嘛，哈，冇钳。不能压，那要怎么办？钳慢，你是抬到皮下子做个好，好像1/3，你要有加加第二个1/3，然就你也想。我完全丢光了我外婆教我包粽子的脸，怎么会扁扁的？亚姜花种蚵系内湾嘅名产。阿蛮强啊，收够的，够的。看着阿婆包的这么顺手，以为我也能够驾轻就熟，结果一尝试才知道，原来是这么的不容易。但是到底它尝起来又是什么味道呢？老师，这个蒸好了吗？好嘞，好香哦！来去看，哇，好香哦！野姜花粽，它的香气真的很独特，跟一般的肉粽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嘿，最后面嘴巴尾端呢，会有一点辣辣的耶。对，那个就是野姜花的根，这是内湾人80、90年前。没有味精，在这个小乡城的时候，改种了天然的调味料。真的，这就是内湾的人情味了。下一次来到内湾，要记得好好品尝炸姜花种蚵哦，因为炸姜花种蚵系内湾嘅名产。